等一下，哇，很难得我们会在这个都会地区看到我们的打大哦。可以再唱一次吗？我们顺便在唱这首歌之前，我们也要宣传我们南星乐团的活动。差点忘记了，团长讲话一下。团长讲话一下。啊，人家做节日了，快点！人家做节日了，快点！11月17号，在11月了，11月都过了。11月17号，在台东地区的铁花村，我们有晚上一场演出，欢迎大家来。然后我来，完了，在11月24号。11月24号在公馆一个叫女巫店，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然后我们会场演出，欢迎，希望在那边可以再看到各位来临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到时候我们团员终于可以团圆了，请另外2个会回来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鼓手他今天考原特，希望他明天最后一天的考试能够考上。加油！好。然后呢？然后让我们再次掌声，我们欢迎大家买下闪贵的专辑好不好？啊，这边应该会有蜂巢的哦，那边会上架。对。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唱片公司是蜂巢的子弟公司，叫疯子。我们是那个第一个被签的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啊，这首歌在巴朗之歌有人会吗？请教大家哦。我爱呀，哟呀，我爱呀，有没有唱？好爱呀，好爱呀，你知道吗？好爱呀，好爱呀。来，拿第一个去。好爱呀。工作人员，好，非常亲切亲切。看得出来，我们工作人员非常亲切可爱。打对，给你100分。好，我们的领唱就交给闪惠哥哥好不好？拍手一下。不要了，没有领唱的17首。好，希望最后一首歌哦，就以后下次不要再等奇怪冬眠，让我们好冬眠，好不好？再唱一次。我爱呀，嘿呦咿呀哦爱呀，好爱呀。我爱呀，嘿呦咿呀哦爱呀，好爱呀。嘿呦。
哟咿呀哦啊呀，好啊呀，哦啊呀，嘿哟咿呀哦啊呀。好啊呀。阿门。谢谢，好，谢谢掌声。然后，谢谢你们自己，谢谢。